等一下，所以我们要先开去上面渔村吗？对。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会既定的网络何处平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这是战地对吗？姑且算是战地吧，毕竟这里有好多野生动物跟好多野生人类。野生人类吗？可能没穿衣服的那种，可能会全身上下都穿好好，然后请你吃庆忌的那种。啊，等一下，大家都有开那个对不对？我的台不会被 ban 对不对？你们要检查一下吗？哪个？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Rust 这个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总之 Rust 这个游戏好像，如果那个一开始我们人出生在世界上是没有穿衣服的。哎呀，每个人降生的时候都是没有穿衣服的嘛。对啊，那个这个游戏有个功能是可以设定，就是到底要不要真的裸体。最多还是会给你马赛克的吧。大家都有那个吗？你已经活到将近1个礼拜了，没有穿衣服也太可怜了吧。好，那台车是谁啊？他要开去哪里？哇，好问题耶。好，那个是的，那今天陈火蛇呢，就是我们特派的战地记者，然后要来访问一下，在这个岛上生存大约1个礼拜的人类们，野生人类们的存活进度嘛。的现况之类的现况，对，看大家过得好不好？太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先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司机。我是姚兰。嗨，姚兰你好。我真的是觉得你一定有欠红梅钱，不然怎么会找我来当司机？欠不够多，所以只来1天。你还好吗？有点，好像飞的好了。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姚兰？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啊。哦，真的吗？对啊。对，因为我要付他钱，所以他没有，我没有让你付钱做这个。我本来不会3D 晕的。大哥，你有吃晕车药吗？我们确保一下哦。不是因为我要看地图，看了一下地图。我觉得，这个是前面的驾驶的那个镜上那个玻璃上面有点碎掉了，肯定是幻觉。你看它现在就没有了嘛，对不对？真的？为什么？这是什么原理？因为他把玻璃撞碎了呢。他把整个玻璃都撞没了。没有玻璃就没有裂痕，好聪明。你要开你左边一点，前面有石头。我不能过河。哦，你是说那个有石头是不是？没有，没事啦，肯定是可以过不了了。左转。我不太确定。再左一点，对。然后前面往右。我知道，可以相信我，相。#相信。我们现在完全走在野外的这个部分，可能是。为什么刚有马路不开啊？因为你是要去上面港口啊，上面港口走不了。我觉得。什么意思？请问我们在坐飞机吗？为什么看到天空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火蛇附身的镜头可能。我们可以看我的，我们可以从那个空拍机视角看车子要去哪里。我想说坐在副驾好晕哦。副驾是正常的，感觉车随时要翻呢。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坐车坐后面就是会晕车的话，就应该坐前面会比较舒服。之类的，可以看。如果你坐的是一台越野车的时候，哇哦！你说的坐后面是在开什么？你要去哪里啊？真的是越野车。那个因为我沿着这条河走啊，不是要去上面港口吗？对啊，它港口有没有路？怎么讲？就是目标很清晰，但是路径很不明确。我觉得不要往上开比较好，上面超崎岖。我以为我们只要越过了公寓，不要往上开，不要往前，就会到。不是，我过不了河啊，车子过不了河，它上面是一条河，所以我没有办法走公寓去。可是不是有一条另外道路会到那个公寓去吧？没有吧？我帮你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没有车子开得上去的路，姚兰。
好，试一下哦。没有，我看了，我在你上空。我要折返，我要从大铁球那边过去。我们导播大姐非常有意见，就是这个驾驶是要放弃他吗？没有啦。左前，你这边有一条路，你如果要往左边开的话，你可以从这条马路上去。从那个大铁球那边走啊。这可能不是中华民国路况，这个是中华民国驾驶。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欢迎来到土城。土城的你掉头，你从刚才那条马路可以到大铁球那边。对啊，没有往左前方。你知道我看他这个路，你知道吗？你往左前一点，然后这里。现在在路上，我看到了，没错。对，你沿着这个开，土城的选择，里面有空拍机，你可以试一下空拍机啊。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还问大家，我可以就是问一些很没礼貌的访问问题吗？现在我在想，我可能不会是最失控的那个。右转？你是说右大铁球那边下去吗？也是可以啊。等一下，我们不是要去G4那边吗？因为这个雪山看起来车子有在看我视角的话，就知道这个雪山看起来车子上不去。你左转试试，从这个坡试试。这里下得去吗？左转这个坡，我也不知道呢。这上不去吗？它已经看起来是最和缓的地方了。原则来说，我们要登这个登山的路，就不是一个车子能去的地方，你知道吗？开车上登山步道。我帮你看大铁球有没有开得出去的地方。其实本来打算你们要先去拜访最北边，然后住在渔村对面的小岛的居民，但很显然我们现在不是在往那个方向。大铁球整个凹下去。是要先人过去，然后之后再那个。车要坏了。对啊，我要修一下。我一直以为是你们人要过去，然后再回来银行这边出发，你知道吗？为什么车子要？没有，因为这边石头太多了，会卡住。我们现在有那个现场技师修理的表演。哇，修车 ASM 啊！你是想要试试看吗？不行啦，我等下下来啊，我知道是你。这里这边只用推的。我在帮你找雪山上面的路，整个雪山看起来都不行还是？我觉得是那个位置根本车子到不了。还是欧萨卡来开直升机，还是摇篮来开直升机？等一下，我不行了，要一定是他开。可以，那个其实走海岸边会到上面哦，最上面哦。不是，我说其实一开始走到河的时候，你沿着海岸。我没有想过会往山上走的。我也没有想过会往山上走，所以我也没有讲什么。哇塞！山上啊，你是说沿着河流河滨那边沿着河之后就往海岸上开，然后就沿着海岸一路开到那个达斯提加对面。我们忍不住有这个摄影大哥。我不是摄影大哥，我是他两只。好，是我的两只。你这边会直接飞下山来哦？你确定？可以啦，趁坚固。好，走吧 ，Let's go， 直接冲下去。先说明一下，就是镜头不会死掉，但人会死。但摇篮会死，人被撞就会死，但驾驶可能会车卡住。两只推了你一把，好，下去，走。感谢你们，只要有的时候开习惯了就，开习惯什么？你再说一次。刚是两只在开车吗？不好意思。是没错。没有，我真的觉得那边不是车子好开的地方。Let's go！ 突然下坡，我们又回到了平缓的区域了。到底刚刚为什么要突然的？没有，因为这边我们刚刚走的是产业道路吗？没有，我们刚刚走的是要做直线。直线？直线。哦，还以为是 Google 导航。所以你是那个吧？来台湾的那个外国人说啊，如果我要去花莲的话，我直接从这里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从机场上的意思。你还好吗？有点小卡。那是树。对啊，有点没有，我是说我的画面有点小卡。它当然会卡。那是树。我们来到渔村。
哦，我看到你的船了。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后勤组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船。哦，我现在觉得我有点晕车哎，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啦。所以你们要搭好先下车哪一台？这一台，哎，船自己在动，这个是不是我们游艇吗？坐后面好了。那我要坐船头，对对对，哎，这里不太算后面，我想说要坐最后面。这样我在正前方，他不让我坐最后面。我的视角是我们要去的正前方视是角这个方向的小岛，哦，对面其实隐隐对约约面其实看得到房隐隐约约看得到房子。那好像没有想象中远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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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伫咧我无？当地了，哇，这是什么？让我想起你要一个喊吗很烂的老笑话。我们今天有讲笑话环节吗？来来来来来，请。好这样有吗？天哪，我的观众应该已经听到不想再听了。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崩坑，伊就伫崩坑头前讲有人伫个无，啊内底都有，啊伊就互火车弄死啊。 OK，对不起，我今天应该不是要来，对不起，谢谢捧场，好捧场，怎么这样？好，好。你看，这是什么红梅的痛窗户，对对对，然后这游戏里面有一个彩窗，就是好酷哦！这个屋主设计了一个红梅彩窗这样子。布莱提达斯蒂不在，哦，屋主不在，哈那我们破门而入吧。非法闯入，我来看一下人家的室内，那我们来采访他的家具吧。对，潦草。好，你要采访哪个？那个是床吗？这个是睡袋，哦，这是睡袋上面那是怎样啊？这是某一个很喜欢玩这款游戏的实况主，然后哦，被选中之后得到的睡袋，然后这个游戏从此以后就有这个 skin 了。好酷哦！好的，就是正在睡觉的实况主，然后这好像是他的名字吧？啊，实况的名字，对，旁边那个发亮的那个是箱子啊，是。啊，来偷看一下人家有什么。好，太好了，嗯，还没有想到我这个案了。噔噔他好富有哦，噔噔噔噔6000多个废料啊！这个是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岛上，然后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货币啊，用这个可以换到所有东西。所有东西包含自由吗？哎，自由的话换不到，自由的话，哦哦呵呵，哦，是欠了你很多钱会被你抓来嘿，时间到了就会把大家放走了。啊？在那好的之前就留这里哈。好，啊，其实不用直接突破闯入，好像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跟半开发好像差不多。他也没有锁门，哎，正门有锁啦，正门有锁，这个是带钥匙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旅店九门的款式。啊，可是不是根本就可以从其他地方走进来吗？对啊，比如说翻窗之类的，毕竟这里没有窗户嘛。哦，真的耶，没有窗就不会有裂痕了，太好了，哇，学以致用哎，非常优秀。太好了，对大家学起来，我的观众已经学起来，有说要把家里窗户都拆掉了，太好了，请不要这么不做，好吧？请不要这么做。然后这个就是他选择了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吗？他刚开始会说这个岛上他唯二看到的动物就是鹿，还有猪。还有猪，应该都不会打人吧？哦，不知道哎，来找找，把大声沟收起来。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生物。右边的是哎，右边动物吗？还是石头？是动物吗？应该是石头。啊，我的位置有一头猪，哦，什么？我们来看看请问空在拍机视角，空拍机视角够。这是传说中的黑色毛毛吗？另有它会伸其猫闪。腰吗？另有其猫，其实蛮可爱的。
他快要走到我们要的地方了。这真的是猪吗？还是史大夫办的？好。哦，他会爬山呢。我什么都没看见。他真的要走到达尸体的家了。这个岛上什么都没有，好，只有巨大的石头。现在看过猪走路了，太好了。哎呀，你是说这一头吗？不，这个是那个啦他回你了。这个是，哎呦，谁在？有人在猎猪哦。空拍机抖一下。司机看到就忍不住警告一下司机，你刚刚差点打穿摄影机 A 的脑袋。我都看不到你。差点你下飞摄影机 B， 我刚刚抖超大一下。你看你把这个特有动物吓跑了。没关系，这是山猪，对着他的脸拍。他头上那个是血条吗？对，他快挂了。那一枪也太偷了吧！你什么枪啊？为什么小拍的话，它看起来就是很旧的动物频道的状态。我们要配旁白吗？要啊，可以啊，来吧，请。在这座，我们还是应该用台语啊。来，请。我跟你讲，突然要好难哦。伫这粒点钟无人大的岛树顶面，有一只猪。好。我没有搞，我其实掰不下去。好的。但我们可以访问一下猪诶。好的。他看起来笑得好开心哦，怎么这样？你好啊，请问你喜欢在岛上的生活吗？我喜欢。刚刚有个人打掉我100滴血。那个他跑走了，提起伤心事。这算拒绝采访的一部分吗？没有，他说他不喜欢。他说刚刚有人打掉他100滴血。哇，好过分哦！有人居然要问这个吗？请问你喜欢吃猪排吗？哇，看起来现在就是 Miss 猪跟 Mr 猪是拒绝采访的状态。好吧，我们要尊重那个受访者可以拒访的权利。没有错啦。什么叫他被我吓跑了？我很恐怖吗？我都还没有问他喜不喜欢吃猪排，应该还不用先被吓跑吧？不好意思，请问您喜欢吃猪排吗？怎么是你自己摇头？为什么是摄影机在摇头？他又拒绝受访了啦！不要问这么惊悚的问题。他看起来不喜欢。好的，很显然我们就是第一位居民不在岛上，但我们看到了他这个相对比较惬意的小屋，而且远方的景致看起来也蛮不错的，感觉是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呢。没有错啦。那您认为这个在台湾的地价里面价值多少呢？反正都会被炒高嘛。已经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了。这个，对啊，我是可以讲这种话的吗？对啊，就我不知道，我还真的不知道离岛的地价怎么样但感觉应该也是迟早已经被炒高了吧？我没有研究。就是很确定买不起的话，你就是不会关心不动产的所有价格啊，有道理。那既然我们现在都在海上了，我们可以请那个监视器开地图，让那个我们的特派员选择想要去哪里好了。哇，上面有看起来有建筑，就是有人住的地方吗？上面如果那个地图的建筑有名字的话，就是这个岛上面的一些特规建筑，我们可以带你去体验。大铁球是干嘛？我知道我们刚刚准备要上山，然后有看到大铁球。哦，它那是一个很经典的地点。那司机推荐搭船还是开车？那边的话，搭船的话要走一段路，那开车的话，我可以从刚刚那个，就是我们原本要走那条路是可以到大铁球的。
就是路是叠字字吗？那条是有道路的路啦。我相信你。路。防弹背心有防攻击的功能嘛？防弹背心是用来防自己人的。好，我们继续。如果要去大铁球的话，因为如果等一下还要去开车去其他地方的话，还是开车比较方便了。哦，好的，我们请在地导游决定。那我们就司机请吧。司机就是这个帅气的背影，对吗？没错。哇，看起来非常可靠呢。对呀，兼佣兵的效果。但很显然，他的开车也是佣兵效果的车技。什么叫佣兵效果的车技？什么意思？礼貌了？你是说没有玻璃很方便开枪吗？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来做一下后面的这个房车区块好了。然后继续空拍哦。好的，那出发喽。我没关系，来看一下坐后座会不会比较不晕。哎，房车，我们可以看一下房车里面的那个摆设吗？我好好奇。可以啊，没有问题。这个是烤肉的烧烤架。哦，烧烤架。对，我可以在这里输入木头，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肉在身上，对，他到时候就会把肉烤熟，但也有几率会把肉烤焦，如果没有及时拿出来的话。哦，考验你的技术就对了。对，哇，然后我们这个2个单人床板嘛，底下是，这个单人床板应该会有一个置物空间才对哦，在后面，这边会有所谓的衣柜。树林有点多树，然后这个衣柜就是可以把整套的套装从这边放到这边，然后包含这个背包，然后这个是手上的持有的道具，可以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被人偷这样。对。哎，基本上车子有那个上电子锁的话，路人就没有办法上车啦。对。哦。对，我还是备有那个电子锁功能的。好，基本程度的防盗还是有。是的。好的。哦，我们进到那个有下雪的地方了。对，但很显然，我们坐在房车后面呢，就是整路会觉得晕车的那种感觉低很多啊。真的有。对。哇，回前座就好晕哦。玻璃哦，刚修车的时候把玻璃装回来了是吗？是的。哦，装回来就是为了下一次的破灭。后头哦，好有人生意义，好像夜市的那种摊位在补气球哦。是这样子吗？所以老板打完了。啊，原来是这样。不觉得那种夜市的气球好像是不是那个枪都有设计过啊？怎么感觉某一发就是一定会特别不准啊？人家老板感觉就是他们没打满，没打满的话，气球会被就是挤出去。啊，你说气没有打满啊？对，气没有打满，它就会打不破，跟水球一样。天哪，原来是这样。没错。但就是不管枪如何，我觉得我的射击技能可能就是会让我打不到气球，可能跟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我只是不愿意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技术有问题而已。哦，这就是大铁球吗？没错，这是跑酷地点吗？跑酷圣地吗？哎呀，哦，它怎么这么圆？它顶端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奖励。哦，对，那些奖励是所有流浪者会趋之若鹜的东西。所以为了得到奖励，就必须在那跑酷就对了。对，但是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可能就会有机会摔下来，摔鼠。对。哦。司机人在哪？我们司机在里面跑酷，示范一下。司机在里面呢，这个是里面外面都可以跑。我帮司机打个光。外面我没有确实跑过，因为它有一个很正统路线，
就是这个正头路线会带着你一路这样子回旋向上。啊，外面是不正统，不知道到不到得了。哎，对，不知道到不到得了。然后这个一路上会有这种可以收集的，我们刚刚说的钱啊，然后一些道具啊、材料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让他们直接在岛上自给自足。哦，放牛班。差不多。所以目前有人成功过吗？有人带的话，大部分都会成功。自己那个不用跳，你往前再回头。我很少在爬这个。那你下去一下好了。来，下去一下是什么意思？对，下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度会不会那个。哦，你是说往下跳吗？对。会死。这个应该是会死哦。那我要跳喽。哎呦，我先下来了，来吧，我看你跳，请。大概就会像这样。如果不救他，等一下，你倒是救一下。就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哇，救了就会站起来。好，那个人跳太高就会死。人自杀就会死。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用讲这么大声，我听得见的。对。你不跑完哦？我是跑完的吗？真的假的？他跑到一半被人家命令跳下来一下，然后他再跑一次。这正统路线看起来真的好恐怖。对啊，就是如果你随时在这种地方往下一看，你就会觉得其实意外的蛮高的。所以诀窍是不要往下看吗？对，诀窍是不要往下看，往上看就好了。往上看你就会觉得说我距离我想要的奖励越来越近。哇，怎么听起来像在隐喻人生？我们要朝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那就会像伊卡洛斯一样。伊卡洛斯的故事我有点忘记了，可以帮我复习一下吗？他是翅膀后来掉了。太接近太阳了，他用蜡做的翅膀，就融化了，没错，然后就掉下来了。我现在要坚持到我的不会跳的部分。讲人没有叫，是这边吗？加油啊！你可以的。好，再看极限天王，那很好看但很喜欢之前会看到那种非常厉害的，那个真的是好有成就感，虽然明明就不是我在。有人可以就是不到10分钟就直接到达目的地，而且我真的无法理解，他那些机关看起来是，你怎么可能用手指可以在那种地方撑住你的体重啊？就是有人做得到，超厉害的。我放弃了，我就从这里走就好了。我们还有第二选择。加油啊！他有一些，对，大概就像这样。重来一次。但可惜极限体能王好像是没有这样重来的机会。会直接掉进水里吧？它下面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泳池的样子，而且感觉超冰的。哇，我们是这样是攻顶了吗？攻顶了吧？没错。上面这个箱子就是奖励啊。对，它会有一些相对丰厚的物资。这个拿走之后，主办单位会来，是不是？这边拿走了之后，岛原本的所有者呢，可能时不时就会自己再出现这样子的道具跟设备。会长出来。好，时间到了就会长出来，跟白头发一样。没错，但是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看风景很漂亮。好。往这边走，再往上走。
哈，这里是能站人的吗？你跑只要这一圈你想想得到什么？他下没有办不去是不是不到的。是这样吗？我好，哎哎哎哎哎，看他跳了好高一段，然后这样子的奖励就是钱啊、奖、枪械的部件啊，就是如果有在这里发生的一些武斗事件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啊之类的。好，我们下楼吧。啊你，就跳下去，然后再救火就好了。不是不行，哎，朝最顶端吗？没有，他在哪里你应该呀不会死，你应该去不会死。看吗他下来了，哦，他下来了吗？对，司好吧机下来了。司机下来了啊。好哎，好诶，那我们再请火蛇选几个就是觉得有兴趣的地点好了。好，我们下一站是什么呢？哇，好多地方哦。对，没错你先跟我讲一个方位。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采访一点那个有人的地方啊？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可能就要往，我想一下哦，哎，我们往东北，东边走好了。东边有一户大户人家，导弹哦井那边吗？大户人家是很有钱的意思。对，这是所谓的乔家大院的部分。啊，有坐标吗？我现在看不见坐标啊。哦，完蛋了，没关系，我哦先等，我看看哦。是这个吗？那个淡江小桥那里吗？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我先错没错我先过去帮你们看一个坐标。淡江，OK， AB16。有标点了，好，标点是用标点符号标的吗？对不起，谢谢，有喜欢。谢谢，太好了！除了采访之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讲超烂笑话。不会啦，我最近好像还有听到那个，没有啊超烂是那个很正面的形容词，应该吧？没问题的啦。我最近好像有听到什么很好笑的烂笑话，但我突然想不起来，我想一下。我们路途漫漫，可以慢慢想。哦，我们刚好在开车，标点符号来讲跟车有关的，好了。那个聊天室可以一起参与。请问什么车的灯最多呢？为什么已经有人笑了？什么车的灯最什么多？车的灯最多？公车不对哦，灯。大家不是就车头车尾4个灯而已吗？这可是烂笑话哎。车车答案是垃圾车，为什么？因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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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谢谢。那是很多了。对呀、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灯。噔噔噔噔噔噔，那这样环保局会有几个灯？环保局也有灯吗？吗？环保局不是管垃圾车的吗？哇，那很多哎。聊天室有人答对耶。灯火，为什么会知道啦？对啊，为什么会知道？嗯，为什么连开在马路上看起来都要侧翻？因为有点快。那在秋名山上，deja vu。哒哒哒哒哒。但我其实没看过头文字 D 耶，是不是大家都要看过啊？哦，很好看吗？就是它很常在有线电视台重播，所以就是不管是热门时段或冷门时段都会转到的那种台。哦，所以有童年的人会知道的。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本来在看什么台，然后家里的长辈一转，然后就突然得加不，有北极熊哎，真的，我们可以采访北极熊吗？后面你们要真的有北极熊吗？后面我看到了，啊，我没看见。我这边，哎，有，我们可以请司机先生过来吗？啊？他会被毁死对啊？对，有好的沟通吗？可以啊，你可以跟他 say hi 啊。对，我们现在是这个静态的。好了，我们看起来就是北极熊不是非常的友善。司机直接跑上车，怎么这样啊？他看起来没有办法绕到人，然后就直接绕跑了北极熊的部分。对啊，他跑好远哦。对啊，他是觉得人类太恐怖了。他看起来试图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然后准备到时候再重新蓄力一波。好，我们有什么特别想要问北极熊的吗？那个北极熊，请问你对于人类开冷气有什么看法吗？为什么要打他？看起来是要封口的部分，拒绝让北极熊回答。好过分！只差没有说什么吹了很久的冷气，换我们吹一下，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别这样闪他了，虐待动物哦！我们还是，对，我们放过原居民吗？对啊，我们还是对啊。然后这游戏，这边的话，铁轨上面有这种比较传统的车厢。哦，好，我们来看看。对。好，这个会有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因为岛主的交通工具通常不是火车。火车吗？它会有一些你要拿到材料的条件，比如说把该车厢带到火车站进行卸货，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一整箱的油。这样，哇哦，听起来非常诱人的条件。原来如此。像它这个会是什么？这看起来就是装油的。对，如各位所见，就是岛主的体能不是很好。看起来是货车。哇，这是煤吗？应该是可以看一下其他镜头。看起来是哦，超多的，将车厢带到火车站卸货啊！原来如此，不能直接挖一把。好，不能直接挖一把。好吧。它上面好像是有封顶的，然后要到那边去解锁。现在天看起来要黑了，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走的是夜路。夜路走多了，总是会遇到一些。总会三明治。对。会不会变成总会三明治，实在是不好说，毕竟是走夜路嘛。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往乔家大院去吧。哇，突然很有那种深夜赶路的气氛呢。但我必须说，我突然发现乔家大院是没有马路过去的。你可以进行铁道之旅。对，看起来是相对平坦的，可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刚刚看完火车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转战铁轨上面继续开车。直接开在铁轨上吗？没有错啦，毕竟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岛嘛。我以为你就是法治，结果不是吗？我的法治没有那么严格啦。所以就是无政府状态嘛。哇，那个，请问猴子跟猩猩，最害怕什么呢？猴子跟猩猩？让我修正一下，最害怕什么线呢？平行线。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香蕉。白痴吗？你没听过哟？完了。为什么会有人听过呢？我们观众提供一个跟车也有关系的，人跟车都需要保养，也都需要补充能量，而且都内有引擎。
谢谢呢。谢谢引擎。对，引擎。我们有一个就是好，我们的良心是一个退役的引擎小偷，那有引啊擎什么意思？真的会偷引擎哦？他曾经有这样的前科。你是说在岛上还是？哇哦，在别座岛，在别座岛，他会去把每个人车上的引擎都拿下来。这个换算成人类的话，就是那种连续杀人魔，然后会挖心脏的那种。听起来好可怕。不是说引擎是车的心脏吗？这根本一样吧？对啊，这个剧情如果在那个汽车总动员里面出现，感觉超惊悚的。我金盆洗手了，我现在当摄影机。好的，我们人类是有很多职涯选择的，有时候可以重来。对啦，毕竟，但是这个年头已经很少看到人家在，重操旧业跟做这种手工艺了，对吧？手工艺吗？手工艺吗？对偷引擎算手工艺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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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啊，对啊，对啊，比如说就是那个单枪匹马、持刀抢劫之类的传统产业。传统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哎，哇，你不是要开铁轨吗？我要从哪里切过去会比较好呢？快到了。我们的司机好像会到树林里面。因为我觉得前面应该都是树。迷惘了一阵子，然后才决定要去哪里。但没有关系啦，毕竟琼拿也是个火车站，对吧？全对。太好了，手拿你要到咯，请爱落车的旅客赶紧落车。哎，这个有空中，不是空，这有超大泳池的是乔家吗？也太超大泳豪奢池了是超大泳池。我已经抵达了。哦，好的。好的，我左转正在路上。这边看到了。哎呀，好像快到了。哦，我看到了。停车场哎。有人哦，哎呦，有人吗？有人。哇，我们终于可以采访了。你好，你好。别开枪，别开枪！那个采访队来了，别开枪！我需要戴头盔吗？哦，等等，因为现在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看得到司机。哦，对不要紧张，不要开枪。战地很危记者来险。了，他们应该听得到吧？他们听得到吗？现在这个状态应该听不到。啊哦，他们不知道他是司机吗？没关系，那我要施行一点魔法。好恐怖，剑拔。他们听不到我们讲话。我把隐形关掉好了。施行一些魔法。来，放下武器哦，不然今天发了8000块，每个人都没收。哦，原来你有发钱给他们吗？收起来了。对，因为我们今天遇到了一点事故哦，所以我们就稍微的那个。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带着采访员特地来这里，来看看你们。那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我现在问他们是不是听不到啊？对，但我可以帮你按喇叭，还是我要把他们全部都一个一个抓出来？我觉得好像也可以。那我接下来就只是告知，没有要征求各位的同意。好，嘿，你们准备下楼喽。
很素，你长得好 Asian 哦。什么意哎思？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嗨嗨，这是巧巧的。传传呀， Hello， 哦， Hello，谁想要先被我采访啊？ Hello 我们是同一队的，要对对对采访什么呀？哇，你要看，你要看，你们有我要怎么下车？没拉手刹车很危险啊！空白键，空白键，空白键。我以为我不能开。不是你们有队长吗？还是你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队长其实是面包我，害面包，我应该要看哪里比较好？来，面包的话是这一位镜。头在哪？面包是嗨，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请问你还满意你目前在岛上的生活吗？我们还蛮满意的啊。我们现在每天去挖矿，然后巧巧会负责盖东西，然后奶茶会出去打坦克，然后带很多武器回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边快要成为一个军火商了。哇，听起来掌握了很强大的力量呢。巧巧是巧巧，可以叫是他我，啾啾吗？可以，可以，哎、可以耶，他的名字真的可以哇对，哇！嘿，所以你们就是这一个小队的，就是生存策略就是成为军火商。基本上就默默的就变这样子了。对，像自己的枪就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领地范围越来越大了。太好了，那你们目前来这边大概1个礼拜了，对吗？差不多，差不多吧，哦，你们会3、怀4天，因为我比较慢进来。哦，原来你们会怀念原本在岛外的日子吗？岛外的日子吗？啊，我原本就活在这边吧。你在说什么？至少这边不用上班吧？我记得我土生土长在这边的。已经失忆了。哎呀，头好痛！我不是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吗？对啊，好奇怪哦！你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后来等一下还我。好，我觉得我等一下被用枪指着了，我还是不要问奇怪的问题。有件回来了。哎，那你们接下来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我们本来是要去银行抽任务的。是什么阻止了你呢？你呀、我吗？原来是我的问题吗？那我们刚好要出发的时候，听到有那个喇叭声。啊，结果你原来们就来找我们了。原来真的是本来还我的问题想说，是不是定点采访还是什么的？啊！结果没想到是巡回演出。对啊，没错，真是没想到。那记者来这边有什么感想吗？我觉得你们看起来很快乐，还在那边跳舞。好玩啦，你们在岛上会有开心啦。缺食物的时候吗？一开始食物哦对啊，其实还好，还好哎，路上捡都有。哦，真的哦。你说路上会有那种，就是可能姜饼人走来走去，对啊，不能吃，不能。吃。哦，不能吃吗？雅米，你不会觉得看得很饿吗？明明不能吃。对啊，哇，看起来好好吃。好，太好了。那祝福你们接下来去抽任务顺利。你们抽任务是已经有抽过了吗？有，我们应该每个人每天都会至少都会抽一个吧。哦，现在没抽，但今天还没抽。我现在直接抽。哦，那你要就不是展示一下陈述抽的是你抽的烟吧画面吗？哦，我抽的。投稿者红梅找到名为奶茶的玩家，以当下状态和对方去挑战战车，赢了奖励箱
输了4块板。我可以预设我输了吗？哎，你放心啦，奶茶应该会带你赢吧？对啊，你们2个就现在这样出门吧。我们来就是实地采访看一下。哦，真的这么好？对对对对对对。我以为我要跟奶茶打架，我还对对对对对。我可以拿子弹吗？哎，没有，就当下状态，当下状态，死定了。哦，所以我们现在马上直接贴身采一访。边走边掠夺啊。哦啊，我不能去箱子拿我的子弹。哎，不可以。那我可以给他子弹吗？可以呀。对啊，因为是你们2个结伴嘛。等下谁啊？我跟你，你怎么会抽到这个任务？你花50块啊？花50块。消灾减2，我重抽好不好？阿正，重抽好不好？我可以重抽吗？我可以重抽吧？看着这个可以重抽吧？丢50块就可以了。那个口头阿鲁，去吧。没有火箭筒打不赢。可以啦。太可怕了。我没有打过战车。他住你家隔壁邻居啊，我们就顺便看一下隔壁火箭厂长什么样。对啊。Costco 啊，你讲的简单。所以是会有野生的战车可以。对，野生的战车没有错。可以猎捕它啊！我只有说陈述要跟奶茶去啊，别人不能跟哦。我没有这样说啊。但我也没说这样不行，我没说这样可以啊。他们可以偶然的经过我们，然后不小心掉好几颗子弹给奶茶这样子。所以可以去那个箱子帮我对，就不小心就掉了火箭筒出来，然后就会发现地上有个火箭筒。没错，Let's go，来让面包不小心过去吧。我们先去找战车。火箭筒捡起来。红梅，我采访拍了2张照片。好的。旁边的箱子还有我们这边1张，他们1张吗？好啊。那你等一下照片拍给那个希望等下会掉出来看一下。哎呀，怎么背包有这些东西啊？刚刚没有的，我也不知道哎。那就走喽。等一下，后面还没跟上。哎，等一下，弹药嘞？好像是对，反正就是那一排，就那一排，就是那一排，你懂了，其中一箱。因为我只有看到壳，没看到子弹。还是啊，有看到。他们家住在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材料在后面那一排下面。我全都补满了。子弹跟霰弹打得赢坦克吗？不太建议。那个是拿来打他旁边小兵的。我来看你带火箭筒。那我去。我来看你武装自己的。对。哇，摇篮这一套是 DLC 耶。我小小的站了一下好了。给他们装上去。因为怎么有人东篱呀？伺服器在维修的时候，我有稍微逛了一下。所以你就说吧，在这维修害你花了多少钱？建材包就400多了。还真的有啊！真的，我买那个木头的。我们刚刚好像没有特别的采访到陈述。嗨，陈述。陈述现在不在。哦，他现在魂不在是吗？平安抵达。对，人在魂不在。在黄看起来他眼睛，可能他刚那个烟抽多了。我想说他没有接完，我要把他接完喽。金属。你要把他接什么？但是我记得他是什么，大家好，我是陈述，金属管在后面那一排左上角。哦，我拿到了。不好，火药拿出来。火药粉在油那边。不会，他之前那手底下那个精力，但最后没有。你说那个没有入围到最后。我的朋友红了，还是另一首？都有吧。我的朋友都进啊。还有对啊，2首都有啊。我要应该还有啦。嗨，陈述在唱什么了？嗨，是我喜欢你的程度是这样吗？
没错。太好了，现在我们要玩那么尬的吗？怎样？对啊，哪一种尬？尬的，那么加码吗？给你加码尬的2000块，你等一下一边打架一边讲冷笑话。哎，真假2000块就可以吗？不，冷笑话就可以吗？就就可以赚2000块吗？我不知道这边的那个，等一下，哎一，边打架一边讲冷笑话。哎，你今天那个后面是平白无故得到8000块。哇哦，这个任务是你投稿，我可以改打杯月吗？哎，北月他刚才问我说帅哥晚餐有吃吗？啊，我说有，然后这神经病丢了一堆烤肉的照片给我，我有点想打他哎。北月我们打得赢吗？今天没有办法哎，北月那边有点遥远。对，好吧，这个可能离你家比较近。坦克也行了，坦克也行了啊。那个可以出发了。喂，准备组结束了。火箭筒不小心要掉出来了。来，小心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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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掉了，哦，掉了，哎呦，又再掉了一只，哎呦，好多，好多，我没有那么多吗？哎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哎呦，哎呀，怎么废料桶敲完就掉这些东西出来，太幸运了吧？ OK， 够吗，各位？再掉一个，太多了。笑死！好，出花。柔柔陈述，你要掉队喽！你是任务，你要走，你要去解哦。等一下，陈述你要来，没有抓到那个。你会用你有用过火箭筒吗？哎，应该是会用的啦，就是那个左右嘛，左键不对，右键在左键。对，然后你右键瞄准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突突的东西吗？哎，是那个对准坦克。OK， 好，我先拿你当练习，没有了。我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记者看一下，就是坦克。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坦克，这个样子，是。就真的是坦克。所以等一下，哎呦，来了吗？那个就是坦克吗？他会看到你。没有错，他可以过来啊，没有问题，我们绝对安全。但是我们被打到不会死啦，所以没关系。为什么姜饼人会喷血？所以我们就会打你而已吗？我们要进来这个房间，这房间比较安全。不小心哦，这样子。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来访问一下坦克。好，太好了，我们来访问坦克。哎，我打错人了，怎么？你好啊，你哦，是啊，哦，小心，放上。第一次访问坦克，有点紧张。好痛，感觉好像我去上面打会比较好吗？我来拍一下。不行，不行，你要在这里，他打上面你就人没了。哦，我来看陈述视角，我来看起来有点害羞，所以不喜欢有人靠近他的样子。那我们看远一点，他会不会自己主动过来？听起来不太妙呢。他好像不知道是在打谁。他打我，我在楼上，然后对呀，不知道在打谁。我跟他换了。我去找一下坦克在哪里了，具体。哦，陈述现在看起来有点点受伤哦。哎，他去哪里了？哎呦，快！哦，是哦，打到喽。要小心，要躲里面比较安。躺平的朋友，等一下会有重装兵出来哦。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是准备在坦克里面的朋友们，非常尽忠职守，在执行自己的工作。哦，这些吗？对。哇，坦克烧起来了！没有错，好大，出来了。原来打爆之后，里面的人是会出来的。对。哎，不是，是的，我还以为是。哦，是啊，输了，要输了。但我不确定他们拿的薪水会不会比李阳高啦，就是在这里工作的话。啊，他们也是有薪水的吗？
应该有吧？我想不到其他理由，为什么要在这种荒郊野外？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哎，陈述又站起来了。哎，我活了，我活了，我活了，为什么我要活？为什么我可以活？我剩5滴，这样真的好吗？好，这个也是重击类型的那一种连发枪啊。哦，很帅很帅。阿伟汤姆森那，但我不记得玩家是不是可以就是在这里持有这样子的重武装啊？不可以吗？不确定，有点忘了。他们在哪里啊？我就没看到你。来，我们现在进行一个不可以火烤饼干，杀人了。哦，火烤饼干的画面。火烤饼干。哎呦，痛！我虽然手枪，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们一起奋斗的。哇，他是3连发，好卡，我好卡，我也好卡。啊，我找到我的那个汤普森了，太好了。哦是，怎么会这样？傻眼。哦，还有哦 ，Reloading。太卡，还活着，他们全部都坐在这里换弹啊！哎，又在烤饼干。What the fuck！ 看到那个饼干的味道都出来了。这个是敌人吗？好香，好香，超香的。喷火那是敌人吗？还是岛主啊？哎，岛主是块饼干，是被烤的。对，他都会在角落换弹的样子。哎呦，然后结果就打完了，应该打完了吧？你知道有人把我打死了吧？超好笑。好，我们司机死掉了。但他被猪追了，天哪！哎，我打错人了是不是？司机还有救吗？司机有房车，应该没问题啦。我倒下来那一瞬间，有一只猪来捅了一下我屁股，我没了。很显然应该是这只小猪。哎，真的有猪哎！哎呦，野猪骑士死掉了。哎呀，唯有。哎，怎么办呢？这是肾上腺素还是不是肾上腺素？我们请镜头们想想办法好了。不用啊，没事，我这附近有复活点。哎，但这里这么快是摇篮？等，他身上搜刮一下苍蝇吗？没有错。哎，好凶，好凶！这游戏好恐怖哦！这游戏有这么恐怖哦？这游戏就是当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开始进入腐坏的状态。猪也是啊，这肉不能吃了。这肉要心灵的要真的烤成活的才可以。因为我看到那个吗？远远的摇篮有 AK 哎，那间公司上面的那个招牌，这个可能是原本的这个岛。深渊火因为这也是废墟嘛。对啊，对啊，这些可能就是不能靠近哦，要等它火熄灭哦。有贪财的人呐。但刚刚并没有讲得到半个人笑话。屁啊！怎么又没有？他明明就没有火了，为什么我还是会烧起来 ？Oh my god！ 这太烫了吗？你去跟你的平底锅讲，你把那个大火关掉之后，然后去摸一下看看。这游戏有那么硬核哦？有。他刚刚这个火，他在那边烧，然后那个火灭掉了之后，直接去摸平底锅，赞。所以现在他冷了吗？还没，这个很久。哎，冷了，我这盒冷的，它有这是什么监视器？这是什么？哎，陈述没穿鞋子。C4 没错。我那个赤脚不怕别人穿布鞋的，那个台语怎么讲？火蛇请教我。有这句哦。我查一下。不是应该还在讲那种背水一战嘛？干，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怕你有的。我都是弹药。那个谁，我找到中文的弹药也是可以拆成火药的，都带回家。反正我们现在人多，人家说打赤脚是腾架卡嘛。哎呀，腾架卡无咧惊你请是这样子吗？还不行。陈述修，还是我继承阿夸妹的歌词？哎，安娜，你刚才一句就是阿夸妹的歌词，也是有可能阿夸妹会写的。背后，对啊，哎，背后你在不是我背后是红梅。请问你觉得阿夸妹怎么样？这可以问吗？讲好了没有？可以。其实我觉得阿夸妹怎样？她非常棒啊。这可以问，你不要问我
其他就是你觉得我可能会不喜欢的就好了。哦，你说故意拿你可能不喜欢的表演者，然后问你喜不喜欢呢？还不行，这边太热了，这边太热了，还不行。哦，对，如果你今天问我说，就是你觉得乘火蛇怎么样啊？卖怎么样的话，你乘火蛇怎么样？很棒啊！你觉得乘火蛇写的饶舌怎么样啊？奶茶的脚下，我有想要去参加你的 Oververse Challenge， 但是我那时候好忙。下面深渊帖，好，下次一定。照片哦，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既然是 Openverse Challenge 对不对的话，只要题材还在，什么时候参加都可以吧？哎，是这样没错吧？好，那我等一下线就写。哦，真的哦。你说的，现在那个是直播，所有人都听到了。来妹有记录，真的假的？哇，碎啦，碎啦！如果没写的话，就是那个这岛上大家哦，来妹都来打我，写了就不能打了，看你一次打一次这样子，看一次打一次不能打了，太好了。那就是战车的原型，然后它内装长这个样子啊！不行，还不行。刚这些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吹一下，可以拿水浇它吗？居然那么硬核的话，这水是能泼出去？应该是没有用啦。是没有办法啦，毕竟我们前几天刚经历了一场这个飞行事故，然后那个水也没有办法把那些火给浇熄。可以泼是可以泼，但其实没有用。对，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好像有流弹呢，我看一下。谁能想得到那个雪地里面还会有熊熊烈火呢？流弹是很稀有的东西吗？就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如果流弹不稀有的话，我就先试射看看了。哇，怎么会有那么多生人肉啊？火蛇介绍一下，这个是岛上的谐音大师，刚刚所谓的啾。这不是流弹的，这是什么？哦，谐音大师吗？谐音大师，谐音大师，那他有没有爆炸？他超喜欢谐音，可以露两手吗？我写一下，大师可以露两手吗？都露出来两手，不是吗？露出来，谢谢。你有戴手套吗？等一下哦，我好像知道了。太配合了，我这个状态居然不能够那个。哦，没有办法，自己还没抽。哦，露两手，这个状态可以就是对，可以摸走人家身上的东西。谢谢。哦。什么声音？奶茶呢？我是不是被看包包了？啊，真的有人偷你东西哦！我这边有高倍，我现在不能给我拿东西。还是有谁要高倍啊？我这边需要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就是转到其他镜头。好的。打他会有伤害吗？哎，可以了吗？可以了。哦，这个是那个就是挖掘坦克的残骸，会有很多有好材料。哦，好，这是可以拿回去当。干嘛？没有，我想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好像不会哦。要用电钻。哦，等一下，我是拿电钻。我听成枪声，对不起。我抽了任务啊，是修我，我抽到了，又要找体给5个马铃薯，好多哦。又是那个马铃薯，你说什么？要什么？给体5个马铃薯。啊，我们家有。奶茶第一个任务也是这个。我们家现在很多了。我也是，现在很多了。我也是，我第一个也是个任务。抽到的任务会，那我也要抽。哎呦，我也要来抽一下。可以切人哦，我也要试试看。哎，为什么拿成本？有人肉。其实我们可以就这样这里跟着他们，然后接下来去采访体系，怎么样呢？哎，嗨，好啊，嗨，你说要切人肉嘛？这边这个可以切。这个是没有油的意思吗？它右下角是0啊，没有油，它没有办法发动。
有的意思意思话读一下来，你有吗四只？动哦物，拿到了是不是？哎，这是什么？哦，怎么了？感觉不错哎，这个是什么？千索。哦，哎，等一下，这不是那个战锤的东西吗？嗯，外它有观吗它有联动，应该是 DLC 付费的。哦，当场，结果，我怕割到你哦。哦好，这样吗？哦，有，结果第一件事情是割尸体吗？哎，我不太确定这画面能不能就是让特派员看啦，但是既然都看了，就看这里吧。是这样子的地方吗？刚刚没有拍到照片，可惜。哦，看了的话就别想走了。这是照片来不及凶案看，来不及拍。这我知道就是为什么最后用 remote 镜头的原因啊！看看这些骨头进岛的流浪者棍棒小刀，有什么意见啊？我手上代替我刚刚有真理啊！视角一直锁在他们身上。你知道一开始我抽到开头讲的野生人类缩写就是野人啊。好像有道理野。人是一生人吗种动物吗？我抽到生人击杀10个动物，人类应该算灵长类，啊，那饼干算是一种动物吗？饼干并不是动物。哦，徐看一下居，击杀10个动物，但是我可以为我们的司机献上响亮的一炮。哎，不是啊什么？红梅回来了，红梅。哎，我刚刚讲说，就是他们有抽到一个要去找提提的任务，我们要不要就这样跟着他们去采访提提呢？哦，你要回你的刀吗？还是可以啊，我要们可以借我用就此，对，那我们就先回到车子那边好了，我们可以原地出发，说不定这一堆人会越来越大练了。哇，但是我们还是谢谢对方，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人家上楼了哦。对啊，我们没问题给采访的记者留一点私人空间。 OK，对，哦，对，有拍到珍贵画面了。干什么？工作啊，这是工作而已。屠杀现场，那张照片给你。这样子我们家的照片墙就可以增加新的东西。哎，我有狙击枪，就是那个我换成巨肉这个，个部分吗？没错。我们有缺 L96吗？有需要吗？我这边有捡到一把，都拿，就拿。好，想拿就那我看一下拿有什么不需哎我拿。要的监视器应该不用，就拿都拿。哎，拿。我现在大概哦知道为什么他们选这里定居的理由了。家里又不是没箱子，对不对？对吧？如果不够，我再盖就好了。好安心的一句话哦。我们有建筑大师，等一下，走喽上车喽哦喽，哦，我还以为 Rust 的会很难。一开始是蛮难的，对啊，一开始蛮难的。那我们谢谢面包家，那我们请各位上楼喽。好的。为什么有人在往房车的好箱子丢垃圾呀？怎样？过分怎么了吗？都我的车。我想说我，我们被送上来了。 Always open。 7-Eleven。啊，不好意思，不小心把记者丢到了危险的地方。哎，好，哎，没事，我们回来了。你什么意思？刚刚发现了一点事故。等一下我把那个礼物给他们。嘿，好的，没有问题啊。我们这里有需要先出发，还是我们需要跟车呢你们？可以先走。天哪，真的好有出外景的感觉哦！没有错啦。拜拜。啊，他们把坦克打掉，我们就不用担心等一下开一开会被坦克打。地板上有礼物哦，这是给你们的。看起来我们有非常会交际的摄影姐姐。哦，拜拜，我要去跟车了。哎，结果谐音大师的露两手就只有露2手吗？
看起来他临时没有那个，但如果给谐音大师更多的谐音笑话跟冷笑话的话，他会非常的捧场。好，不过露2手其实蛮好笑的。天哪，我真的想不起来。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棒的谐音笑话，但我真的想不起来，好痛苦啊！常常会发生这种事呢。有年纪了吗？哎，可能要吃一点银杏，银杏吗？要记得吃欸，会忘记吃那也没办法。我们的谐音大师他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动态上面写的是，不管是人参还是骨头，都需要一点维骨力。人参人参为什么人参要维骨力？微微的鼓励，维骨力啊。好，好，不觉得很棒吗？不愧是我们谐音大师。对啊，有小小的鼓励就可以促进所有 VTuber 的一大步哎。没错，当然有大大的鼓励就更好了。对，有大大的财力也不错。你们有看到就是那个聊天室下面有一个黄色的那个按钮，然后上面它会一直散发着金光吗？对对对，各位朋友就是记得不受控制的按下去，然后就给个200好了。对对对对，给个200好了。如果觉得200不过瘾的话，2000也可以哦。对啊对啊对啊，那有那个很可爱的 GIF 啊，用一下啊。对呀，那个对啊，你可以获得尊爵不凡的待遇。没有错啦。对，也可以试试看2万。给火蛇2万的话，火蛇什么都会做吗？可能没有到什么都会做，我觉得不能说什么都会做，因为他们会叫我去做一些很贵的事情，比如说去读硕士，有点太贵了。2万块就想叫我读硕士哦？2万不够，爱给解0哈。等等，台语冷笑话，我想一下哦，好像可以有哦。不行，我想到的都大家都太广为人知了，好像不行。现在经过的是这种沙漠地带，然后偶尔会有这种湖，但因为它有一种半山路的感觉吼，我知道坐前面的副座还是会挺晕的。哇！老鼠加班，请猜一句成语。老鼠加班？对。老鼠加班？我觉得超好笑，观众提供的。终成眷属。谢谢你哦。那我也来一个。等一下可以讲给那个听哎。讲给另外他们那一组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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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再一个，猪加班，猜一个成语。猪加班？哎，我们刚刚好像经过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猪加班。诸如此类。猪真的很累，猪好累哦，很累吧？我觉得刚刚遇到的那些山猪可能也蛮累的。要跑给人追。哎，这里有这个鹅虾到此一游，然后里面没有人，非常开放的好 open 哦。啊，这是不是那个？这是不是阿手的家？哦，不知道哎。但他们的车好像，谁呀？哦，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他现在是听不到我们。对。那我现在要命令你进来了。给我过来。哈喽，你好啊！我过来了。哎，
老鼠加班，猜一个成语啊。老鼠加班哦。老鼠加班。3、2、1，终成眷属。反应呢？你再拍一次，你再拍一次。为什么拍手看起来那么敷衍呢？好棒的游戏！哦天啊！我就好，给你爱的鼓励。好的，为鼓励吗？蛮赞的，蛮赞的。谢谢谢谢。好，要稍微介绍一下。对啊，可以请自我介绍一下吗？记者居然是显形的。我吗？我自我介绍吗？对，还是我先。你好，我是会记你的网络和触屏，我是陈火蛇。对，厉害。厉害哦！哇，你马上讲台语。我只会讲那个。还是你用台语自我介绍看看啊？哇，好啊，来啊！来。自杀是哪个案件？喂，好，不用这样，没关系，那你就用其他语言吧。大家好，我是李金秋。哇，最大的困难在自己的名字上。不过确实大家都觉得这个最难吧。我是一个老人，我伫咧家盖农场，农场怎么讲？农场哦。农场。这是我的农场，我搁咧盖，我搁咧还在干，我还在设计我的农场要长什么样子。那现在只有一半而已。原来如此，所以才会很多入口都没有锁这样子。没有，因为我想说这里就是个观光农场，我之后要再把农场就是开放的啊，我要做东西的地方之后再把它隔一个空间起来。原来。哇，听起来非常的常青就是那种我们的司机有话要说嘿，看左下角。好厉害！请帮我。的确我在海边。司机说老人与海。的确，真的这是一个退休生活啊！而且我那个来给各位看一下。有什么想要给记者看的？没有，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主要种植的东西，全部都是浆果啊！哇，浆果呢是要做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浆果的话呢，是可以来做我们的茶的呀。我们的茶是很多的啊。这里呢，我要之后开一间店叫爷爷泡的茶。好耳熟那我有个问题。你那个茶是手揉的吗？没有错啊。现在之后都要再把那个茶那个叫什么？那个播茶的地方再把它盖起来，我现在只有一个。你之后有考虑自动化吗？我其实不知道农场要怎么自动化，我只知道这样种植。听起来真的超像那种地方乡下老人，然后被访问说你有没有考虑怎样没有，我只知道传统功法。反正又没有什么事情啊，在这边就种茶、搓茶而已。可以讲安稳的生活就很棒了。太好了。其实你觉得自动化不知道啦我只知道这个电灯开了就会亮了。好，灯开了就会亮。直升机靠近哦。真假的？什么？那我们为了保护，它在右边的仓库。右边仓库 T25那边雷达仓的那个仓库中间。可是他刚才经过这边，他会再绕回来吗？不好说。好的。对，为了您的建筑安全。好的。然后这边应该就这样吧，这边就延伸过去，全部都是农场我的系统盖了3个都还没有接电。
都还没有接电，接电完之后这边要开始种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应该是想办法把小麦做出来。我要开店，然后把那个叫啥来着的？那个派呀，我也想要开始做一些派，感觉大家可以很需要这个派。哦，爷爷做的派，爷爷泡的茶，然后之后还会有派耶，这样子。派耶，好好的。非常期待爷爷日后的精彩表现。之后对，没有错，因为我在想，大家应该还没有想到要做这些东西，赶快先把它做起来。你要先垄断是吗？大家要叫大家来看我。啊，你目前是独居吗？对啊，我现在一个人。啊，现在单身的意思，现在一个人。我这边有很多鸡，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很多鸡，12只这样子。然后还有蜂，还有我们在养蜂啦。这个什么乡下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养鸡，养蜜蜂。哇，你有帮鸡取名字吗？有啊，真的假的？鸡没有啦，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应该就叫这个名字啊，所以他就有了名字。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乔安的鸡耶。好，乔安现在很开心，摸摸乔安。哇，这鸡很可爱，你可以来摸摸它，它很开心。真的非常有长青农场的感觉呢。真的啊！所以鸡对你来说是你的家人。还有这些蜜蜂啊，但蜜蜂我叫不出名字啊。蜜蜂有点太多了吧？刚飞一下我就不确定是哪一只了。啊，原来如此，好慈祥的爷爷。这边的话这边空一大块，这边的话原本是想要盖那个鱼塘然后发现好像太深，水太深，鱼就不来了，所以就想说这里要怎么办，还在想。之后这边应该摆些箱子摆些钓竿有没有？然后这边有很多那个虫啊，大家可以钓鱼，大家都可以过来这边钓鱼，看海有没有？你看这个海，这个风景还可以吧？还可以很棒吧？对啊，还不错。这边可以种东西，然后大家可以来钓鱼有没有？然后可以看看鸡，有没有？这里就是一个轻松的地方了。希望大家都来看爷爷啊。好，太好，真的好有那个感觉。我住的地方就这边而已啦。这边就是我睡觉的地方。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个妹妹因为她过来跟我那个什么来看一下我这样子。这里我帮她准备个睡袋。哇，来探望爷爷就对了。也没有错了。会送便当吗？真的是独居老人。对啊，那个我还有一个队员他住很远呐，他住在一个无人岛上面啊。你们刚刚好像有去他家嘛，对不对？啊，那是很远呢。对啊，他跟我住超远的。他是你朋友？没有错啦，我们是同一组的员的。怎么会住这么远？我也不知道呢。好啦，小别胜新欢啦。对，好了，我就偶尔就开着这个车有没有去摘一些东西有没有？去采集一点种子那个种子要养那个种子很麻烦呢。你要把那个，你要先找出每个种子它的那个它到底好不好，然后之后还要把好的跟他们一起交配。那个交配要等它，一个不小心又失败，我要重种一次，好麻烦呢。哇，这个农业也是不简单呢。这个东西就是要什么耐心啊，耐心慢慢来迟早有一天它就是最好的。你可以来看我这些种子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的？你要怎么样看得到的？你看箱子里面来看这些箱子都混得好好的。哇，天哪！你看到它的那个它的基因都很好啦，都是上等的。再来就是玉米原本玉米要给马吃啊，然后之后想想不对呢，小麦好像它吃比较好的，
所以现在找小麦。那小麦不知道去哪里啊？那个商店很贵呢。你不知道那个商店卖那个小麦的种子，一个要卖50元。好，谢谢阿公，谢谢阿公。阿公要不要讲一下去下一个地方了？阿公要不要简单讲一下基因？基因什么？对啊，现在打开看得到那些 Y 跟 G 啊，你要不要就是简单快速，就大概2分钟讲一下？2分钟讲一下哦，这个我跟你讲哦，个 G 跟 Y 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就是什么 GY 哈，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长得 G 哈，就是骨肉是什么？就是它可以长得很快。哦。Y 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 Y， 但是它是可以长得很多果实哦。所以呢，所以它就是3个长得很快，跟3个长得很多。啊，你其他的配起来的话呢，它就是长得比较慢，或者长得没有那么多。现在这个基因是最好的，有得过奖呢，有得过奖那一半是最好的，是不是？冠军的，冠军的呢，这个我现在全部的浆果都是冠军的，玉米也是冠军的。哇，冠军，一个小时半就有5颗哦，看这速度，玉米1个小时会有7颗啊，哇。谢谢阿公，谢谢阿公。阿公，对呀，楼下有那个电话要跟你买东西啦，我帮你转接过去啦。是要买东西哦，好。阿公拜拜，阿公拜拜，拜，谢谢阿公。哇，好酷哦，真的是在地老农夫。来，我们继续往原本的方向前进吧。哇，有时候我们好。我们回到车上了。对。有时候我们长辈分享起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对，要找时机，赶快就是转移老人家的注意力。啊，原来是听起来好像很有经验。我想说，应该不太会再遇到有种田种成这个样子的，问一下基因的东西哦。也是很厉害。对，但看起来就是老人家可能也不太记得有什么齁。这是谁家？东西不记得放在哪？对。哎呦，这是什么沼泽地带？有沼泽吗？有熊哦。熊。看到前面有一只黑黑的在跑。对，熊。看起来是。熊会吃人吗？熊吗？熊应该不挑食啦。对，虽然好像有点，对，那个流浪者好像有点咸，但应该有点咸吗？应该还是会吃啊。哇，对，那个沼泽地带。沼泽猫猫。但这里会不会有沼泽猫猫？不太确定。我上次看到沼泽猫猫好像是在丛林地区。好像确实。对。我们司机被追了。我们的屋主回来了。太好了。屋主回来了哦。看一下。你好。这是我们的屋主吗？好像有一点危险的声音。太近了，会躲起来。有直升机吗？对。完了。走了。我直接隐形。听到一个很精美的靠背。是可以直接把它打下来的吗？可能不太有机会，但是比较好，对，解决问题。对。哇，好恐怖！我们只是单纯采访，并没有要干嘛？并没有要毁灭采访者的家哦。天哪，这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太危险了。不知道那个是会往哪里飞，希望大家一切安全哈。它看起来是即将坠落了。
燃烧吧，火鸟！好，我们直升机要坠机了。好了，好，好了，坠毁了。OK，这看起来像是刚刚那个他扫过的地方，会相对的比较不安全一点，会有那种火焰。我们再回到采访地。啊，谢谢谢谢。哦，看起来这个也是快乐农耕区啊，太好了。对，那我们你好你好。我们的屋主。对。ET，你要来采访区吗？你可以进那个语音的采访区。我们可爱姜饼人非常尽责，帮人拍照留记录。哦 ，Hello，你们要吃东西吗？我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太热情了吧！天啊！只是我怕你们被直升机打到没血。彭美应该是不用担心了，管理员应该是不用担心。哦，可以直接吃蜂巢这东西可以啊，我超多的，还有蜂蜜可以吃，这边还有超多蜂蜜可以吃。只是没什么屁用就是了。听起来很像小熊维尼会住的地方。沼泽吗？我就住在这个洞里不出来了，就钻进去。所以这是维尼本尼吗？哇，好残暴啊！我只是维尼的朋友，帮他管理一下他的蜂蜜而已。那他为什么趴在地上？他累了，他在睡觉，他没事，他很好，你看他眼睛还张开。他睡这个是会起来的那种吗？会啊。什么时候呢？醒了就起来。哦，好的。对，他在这边很舒服啊，舒适度100，你也可以坐在这边，舒适度也会很高。太好了，他也舒适，你也舒适，大家都很熟悉。哇，很舒。请问你喜欢吃苏西吗？我喜欢。你看他这里还有他的那个朋友在这里啊，有没有？哇，他朋友怎么是紫色的？他太冷了啦，他太冷了啦。哦，冷到发紫哦。所以在这边晒太阳，因为太冷了。所以这是一种 OK 吗？没有啊。你怎么打他？你看他只穿一件外套啊，这么色情哦。只穿一件实验衣，怎么可能能保暖？哦，确实，小熊维尼也是只穿一件上衣，他是下空的，是吧？对，穿这样子一定着凉啊，是不是？所以我这边帮他点火，帮他暖一下。哇，太好了！来点个火。请问你觉得沼泽住的还习惯吗？还蛮舒服的啊，我很喜欢这里，随便转头就会有硫磺掉下来。硫磺？对啊，我这边蛮好捡硫磺的。哦。所以现在出门也会有野生的硫磺吗？会啊，你在这边沼泽这样走一圈，地上到处都有野生硫磺可以捡。哦，可以带我们看看吗？那要看运气，我看一下有没有。看这边，你看这边就有一颗野生的硫磺，有没有看它很舒服的躺在水里，有没有？溯溪。哦。这里就有一颗，然后附近应该还会有几颗，它们都在这边自由的生长，自由的增殖。增殖吗？他们会有增殖？他们3不5时会吵架，我就会把他们带回家，避免他们吵架。哇，对他们真好。是吧？这个湖中小屋是他们的心中的庇护所在。哇，太好了！我把它放进炉子里面，让他们暖一下，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哇，好贴心哦，就像你对维尼做的一样。没错，一切都是以他们的舒服为最高的目的。我们这个湖中小屋之后会转型为披萨屋，哇，他们会成为，对，他们会住在披萨的炉底下，舒服。哇，请问你喜欢夏威夷披萨吗？我喜欢。我觉得也不错。我已经暴露了，这好敏感的议题，好完蛋了，我要被延上了。没事，
我喜欢，我不在乎他们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就好了。太好了。老师，你最喜欢的披萨口味就是不是盐上披萨，就是夏威夷披萨吗？也没有到最喜欢啦，但是我算是喜欢。哦，那你最喜欢的披萨口味是什么呢？烧肉吧。哦，好。我发现这是金楼吗？金楼对对对，这个就是什么初一15祭祖用的哈，莫忘会自动点钞的那种。对对对对对，你放在这个地方，你把那个掏放在这个门口这里嘛，它就会自己吸进去。哇，太厉害了！素，那给你看，我们最棒的是这个快乐舞台，有没有？这是真的可以在上面跳舞？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在这边唱歌哦，你如果喜欢的话。哇，晚上这里会很漂亮哦。不错不错不错，感觉可以在那边办表演活动。没错，哪天大家想来歌会就来这边唱，好不好？按 V 可以说话，可以去那边说说看。哇，还是我们请最喜欢免费的披萨。阿爸爸给我钱。那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抖内给火蛇。哦，还以为是现在这里大声说出来，好可爱。我们请红梅唱2句啊。唱2句什么？看你想唱什么歌啊？我现在唱歌吗？我帮你跳舞，我帮你伴舞。啊！我们现在红梅可以来唱2句，超赞的，还有 dancer。啊！我要跳什么？唱点芭乐歌也可以啊。什么？谢谢他爸爸的30块吃生披萨哦，谢谢。来加巴拉鸡，来吃巴拉瓜，哎，有山猪。哪里？他好像死掉了。啊，猪死掉了。出门拍地丢刷，灶卡起尿气。好了，看不得还是不要唱好了，等一下被看。你已经唱了，完蛋了，走了。好，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好好笑，居然接起来了。猪猪还活着。哦，太好了，可以做成烧肉披萨耶。对啊，做烧肉披萨。哎，现成食材也很不错哎，这是优秀的，这都新鲜现采的哈，用硫磺跟硫磺烤的猪披萨。什么这个舞厅地板还有配 disco 球。有那个 disco 球哎，很好玩，好不灵不灵哦！而且如果有接音响的话，它会随着音乐换动作，太酷了！哇，好高级，原来是大舞厅。那看起来很适合我们刚刚继长青农场之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长辈俱乐部的部分。啊，这不用是长辈吧？长辈会喜欢这种亮晶晶的东西吗？他们也是有年轻过啊，有些会喜欢啊。啊，可是以前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大舞厅吗？对啊，然后是付个饮料钱进去跳舞。对，大舞厅肯定会有这个吧？对，哎，这其实感觉到现在在开也是应该也不错，有人可能想要体验复古的那个感觉。也是不错啊，我们以后可以来这边，有没有投10块唱一首歌这样？好赞哦！追加那个卡拉 OK 系统。好耶！好耶！边吃披萨边唱歌，哇，很不错哎，很不错。完全就是有这种长辈景点，没错。啊，超级可以那个白人牙膏观光工厂那种感觉吗？牙膏观光工厂，那里面有 KTV 哦。啊，我不知道，有没去过。文艺复兴正行，对，没错，你说的对。这里的话，就是外面有免费的红茶、爆米花、食物，然后付100块可以干嘛之类的。可以，我吃到饱，300块，然后披萨吃到饱这样。对，好像有这种吃到饱，然后就是一个有点漂亮的景点。没错，可以在那边待很久，超赞。看我们这边还有大榕树，你可以在树下下象棋跟讲古。啊，象棋、我以为是要唱榕树下，也是可以，就边下象棋边唱榕树下边讲。好忙哦，有点忙。
这样他们才有办法，他们一整天耗掉啊。老人家不都这样？是这样吗？早上5点起来，先来榕树下。对，来开杠啊，这样子，然后请那个外佣带着他们来晒太阳。太具体了，太具体了。之后在这边放一组座位，有没有？他们就一整排在这边晒太阳。哇，听起来好不妙哦，为什么？怎么会呢？很赞的，有人赚到飞机残骸，好爽哦！高级金属吃到饱。好，那我们刚刚本来要去哪里来着？你们不是要去下一个景点吗？好像是这么说，没错。对啊，附近的话就真守家了吧？那我们就向这家了。哦，向这家。辛苦啦，拜拜。谢谢，谢谢你的披萨，拜拜。他真的很像金楼，他就是吧，那个完全就是金楼吧？他是啊，他就是金楼啊，看起来很热呢。对呀，就是给他们温暖的地方啦。拜拜拜拜拜。哎咻，车在哪？所以现在去下面。对。哎，车开走了。有人还没上车吗？我还没上车啊。老板还没上车。哦，好了。好。哦，我们是要去这个地方吗？差不多。这个是他家吗？谁家？我们旁边这个空地。那个是本来陈述他们那边的那个旧的屋子。哎，陈述只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在他醒来之前，他就是被丢在这里这样子，然后剩下的人已经举家搬迁了。醒来发现小队成员都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荒凉的地板跟对啊，就剩下那个其他人留下在这里的那个睡袋，然后还有他自己一个人躺在那个睡袋里面，好可怜哦。你是说我们再来要去哪里吗？大有位置吗？我们再来要去谁那里？你刚说附近的话，好像是真兽家。真兽家在哪个位置？我不知道在哪，我在看。那个换我开。OK， 好，好，幽灵驾驶，走。幽灵驾驶，没错。换良心开了。哇，掉头就走目前为止，就是火蛇觉得这样岛上的风气如何呢？我对那个爷爷泡的茶跟那个窑烤披萨超期待的，感觉是个很棒的岛。意外的很 peace 呢，不管在外面做过什么，来岛上，除了有在地军火商之外，对，好像大家都会改头换面。我觉得后面2组超棒的。我好像没有去过那种什么披萨吃到饱这种景点，有披萨吃到饱我一定去，超级想吃披萨。好像有一间连锁的，就是那种吃到饱派系的披萨。的那个，那是假的吗？我没有去过，没有那个P 摩哈摩的那个，他就有吃到饱，你要跳崖哦。他看起来要开进海里面他真的要跳崖了！翻车！阿贝出事了！阿贝！哎呦，看起来阿贝没有，哎呦，好厉害哦！为什么 bang bang？ 不知道哦。你好，无良地雷不？没有人在。刚刚窗边那里跳了一下，好像有人。你看到的应该是我在飞，我在看三个都睡在房间里。这样子哦。对。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人家的外观好了。那是怎么了？海边小木屋？怎么感觉大家很喜欢住海边呢？虽然有时候看一些网友发文，也觉得他们都住海边。对不起，
是钓鱼比较方便吧？原来是钓鱼啊！对对吧？因钓鱼为应该是执法钓鱼比较方便吧？啊，有道理，有道理。没错没错。啊，好可惜哦，人不在。那我们，对啊，我们沿着路回那个原本的银行好了。啊，对啊，看路上还会遇到谁这样子。好啊。哎，回去的路会开吗？前面有那个马路。好。你那个好听起来超级不信任我的，他听起来超级不信任我的。他在质疑你，你要证明给他看。哎，这个是港口的马路。对啊对啊，这样子上去。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朋友直接不上车了？不愿意搭他的车吗？那我一直都在当空拍机啊，我一直都没有坐车上。哦，好的。没错，他非常尽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人称会晕3D。啊，所以说我怕他的车是我会晕的那种。啊，你肯定是会晕的。对，我会建议你坐后座，不要坐前面。哎呦，差点就弄丢那个变相，我的天啊！还难受，不是晕船吗？晕车晕起来也是蛮要命的。哇，刚是骨头面降落吗？感谢骨头面的降落。我们在欢迎采访无人岛的居民们。不对，无人岛怎么会有居民？有人岛的居民。哎，我走错路了。我们可以顺利回到分行，对吧？要相信就来他。看，对，不然我能把你们载去哪呢？肯定是可以平安到家的，对吧？地球是圆的嘛，所以就是对，条条罗马通。往后一直开也会回到最初的起点吗？哎，我们又经过了爷爷农场。哎，快跑，不然你的爷爷又出来了。有那么恐怖吗？孙啊，要不要进来喝杯茶？这是那种路上坏掉的废车啊，有些流浪者会把它捡回去修一修，就变成能开的车这样子。哦，修一修再卖给别人。没有树岛嘞，这边有人。哎，这是这是刚才的那个屋主。好，屋主啊，你好，这是刚才我们看的，刚才那间啊，对，刚内户的屋主。你好。为什么这么剑拔弩张？那就把你绑上车吧，比较好讲话。来上车。我不管，上车。天哪，直接强迫上车吗？上车喽！你让他把密码卸掉，我开他的车啊。我们有司机要帮你开车，但是你要把锁解开。我们有司机要帮你开车。哇，还有代驾哦。有酒后代驾服务，但是你要把锁打开。哦，代驾的代价就是把锁打开。好烂哦，对不起。他不知道要怎么把锁打开。锁要怎么开？长按输完密码1之后，你按1不能解锁吗？长按，你要长按才有用，不是按键。你回来密码这边。我觉得常常看到那种电器也会有这样的说明。你长按，长按，长按。还是他要回车架才可以讲？哦，不是啊，你对着密码没办法输入密码，然后跟解锁吗？那台车可能只是他在开，驾照不是。
哦，这个牌照不是你的哦。那个行道可能不是他的耶。那你愿意？那你要给代驾司机密那个家里码吗小孩开车。完了，他连密码都不确定，肯定看起来密码是不对的。0123或0223对。哎呦，好，你可以上采访车了。哎，欢迎啊！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我看看哦。你那个啊，旁边去后座啊。好。哦，来的。好哎。你好，你好。我现在作为一个转达者，或者你可以经营语音。是。哦。哇，后面有幽灵车哎！哈，什么意思？可以看看，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摄影机的镜头。啊，你好，你好，你好。幽灵车怎么还想超车？哎呦，你的声带还好吗？是不是发不出声音？有没有声音啊？有啊，有。你好啊，你好，你好啊，请问你是怎么突然就被抓过来了？你是当地居民吗？我是被绑架来这座岛上的居民。哦，你觉得被绑架有什么感觉啊？喜欢被绑吗？我还希望可以再绑紧一点。哦，这样子哦。我这衣服下面的那个绳子都还没解开。好。你被拍手了。等一下，什么？你衣服下面绳子什么东西？好。我衣服下面绳子还没解开，你有淤青的勒痕，但我现在不方便脱给你看。我也不方便看。我们可以晚上回家再看。哦，没有，我们记者没有要带他们玩超高峰车，这是谁的家？对，我们有维护人家人身安全的那个义务。我想确认一下，这边有一个 ID 叫危险驾驶，应该不是他在开我的车吧？不是，但我们有另外一个可爱的妹妹，好像在附近，我听到了很可爱的声音，我们可以下车一起去看一下。哦，妹妹。哎呦，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人在哪里？好神秘。比岛主还会隐身啊！妹妹自带杂讯。Hello， 头也是绿的，怎么办？啊？你好，我们在沿街采访，你们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对。现在是不是听不到？哦，看到他在点头了，但不知道是进行什么样的对话。他看起来就是刚刚介绍了一下自己哦，就是他叫做5月7日可美丽亚，然后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住的地方有点太豪华了，他觉得应自力更生，所以他要去雪山去找自己的新居所。对，住太豪华但是因为对住太豪华也不行，是坚强的妹妹。好的。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前往银行了，我们要把亚罗继续带走了。谢谢妹妹。妹妹要去银行哦。我们看看。我那台车应该还有个位置啊。看看。那我先把亚罗带走了，因为我们正在采访他。Goodbye。走吧，来，我们2个先上车。车我在车上吗？车在。有上车吗？还没。还没。车在动吗？是不是有人把车开走在后面跟车？车在这，车在这。你们可以在后面跟车，直接跟车过来就行了。会掉下来，会掉下来，会掉下来。来，那我们继续。会掉下来啦！有啦，我上车了啦。可没还没上。没关系，没关系。他用跑的就好了。我那台车吗？这是要弹吉他吗？要表演吗？没有，它只会自动演奏啊，就是长按它会自动演奏。它也可以手动演奏了，但有点难。还以为要高歌一曲。你要跟他讲一下这里是哪里吗？对啊，对你住的地方。绑架到什么地方了啊？目前在岛上有什么建设吗？我是采集资源派，我立志要让岛上的树全部消失至于建设呢，是爸爸跟妈妈的事情。我每次一醒来，家里都变得更大，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就是负责砍树。对，我就东挖挖西挖挖你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砍树啊。反正不管怎样，就是砍树就对了。对，就只看到哪里有东西可以挖就去挖，或者是挖石头之类的。但石头比较少，树比较多。是擅长掠夺自然资源的朋友。没错，我是森林要哭泣了。而且我们后来发现，那个银行里面可以把木头换成其他资源，所以我打算砍很多木头拿去换。你要让森林哭得更大声。我们来到了，我让大家的视线比较好啦。最终的终点。你说砍树是为了让视线变得更好是吗？对呀，不然那个有时候那个树线是什么？树后面都有那个野兽，都看不到，走过去直接被咬原来是会让你被罚1800块的东西。1800，我不知道，我没有被罚过。我怎么看到广告未出租？没错，我们的有没有人想要出租啊？在银行的广告位出租如果有人租了广告位之后，没有其他人再出广告的话呢，他就会继续待在这里这样子。我们的记者是不是有出租权呢？你说我也可以买广告吗？没有问题呀，可以把火蛇超大脸摆在这里。火蛇超大脸太棒了。对我们就是这个本行配有一个结婚的看板但我们没有户政登记功能。这怎么会准备这个嘞？那我们的记者大人是不是单身呢？不是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就是要伴奏吗？还有伴奏哦。我已经准备好要结婚了。你准备好要结婚了？好。你准备了多久呢？希望我们在这段相处的时间里，已经萌生出了可以结婚的感情。想太多了。好像只坐了一段车而已呢。对啊，没事啦，我们现在就是感情升比较快啊。都市生活的人都这样子的吗？曾经在都市生活的人都是这样玩的，都市人才会看不惯那么多树，想要把树全部砍光啊。是这样哦，我是不懂都市的那个有借有还是怎样啊？哎呀，毕竟上岛的人都有一些理由。上岛的人都是欠债的，所以才说我是被绑过来的。所以你也是欠债才来这里的？对呀，我欠了大概200款游戏还没玩。哇，还以为是欠感情债嘞。
哎呀，去年圣诞交换礼物的游戏还没玩呢。我有开一次啊。怎么可以不尊重我们 VTuber 业界潜规则呢？那个规则说至少要玩一次。好，我有遵守最低限度了哦，只是想说没有，剩下一直都还没玩。哦，好的啊，所以这就是银行。没错没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待在柜内，然后从柜内我们给这个火蛇特别视角，这个是流浪者进不来的地方吼。哎呦，对，这个火蛇特别视角，我们可以看。昨天有一个银行柜员敲了一下玻璃，就裂开了，好恐怖。然后我们这个是安全玻璃吼，保证敲不坏的那一种啊。我们交易就会从下面这里。地板，对，确保我们航员的安全。哇，对，安全是非常注重的。原来如此，你们银行有办理什么业务呢？我们原则上呢，就是既然来岛上了，总是有一些债要还的。那我们在岛上就有所谓的大冒险。这个大冒险呢，会在一个台上让他们独立抽签啊，抽到什么呢，就可以用什么啊。火蛇也可以抽抽看。哦，好啊，就完全只是抽好玩的。对，抽好玩的，抽好玩的。我们来体验一下。那我们有3种款式哦，你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我们有那种粉红梦幻版的、科技风的，还有比较普通的。啊，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等我一下。啊，又开始高歌一曲。这里。啊，我看看，我迷路了。走，看看那个手机讯息有没有跳出来？哦，原来是看这里吗？对，有看到哈？等等，哪里？我要看，我迷路了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好啊，我就直接抽啊。对，下载下来，然后就是放到那个画面上，就观众都看得见。哇，我选可爱的，毕竟我是可爱的 VTuber。哦，他会非常可爱哦。哦，好，真的吗？突然真的。我阅读一下它的使用方式，毕竟我不太聪明。哦，很简单。好，我先下载一下。对，这大概就是今天采访的最后重头戏吗？没错。好。你按 R 可以自由演奏模式啊，太好了，我有了。按 R。哦。那我们就来按 R 之后，你的画面周围会有绿色框框。开抽。哦，来抽。我们抽到的是经过或是找到异平的海岸线。异平的海岸线，这不是某个知名漫画作品。找到异平的海岸线，摆出卡片里的人物动作，并且截图。啊，这个我们确实有呢，异平的海岸线，但我们这次没有沿着海岸线走，但是就没有看到。哦，所以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对，我们真的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确实有忠孝东路。啊，那会走9遍吗？我可以带你看有这样子的任务的。对，哦，有这样子的任务。好。对，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地点。哦。对。我又那个很自动的抽了一张，对，找到名为阿德利优果的玩家，聘用他当代驾，什么意思？对，因为他很会开车，他可以堪比我们今天的司机。哦，再厉害一点。原来如此，再厉害一点，太厉害，难怪说要给他5星好评。没错，太好了。真是和乐融融的岛屿呢！哇，异平的海岸线我看到了。
那个火神，你的画面那个要关掉，不然观众会看不到。有，刚刚有那个稍微延迟。对，那我现在停在忠孝东路这里。好酷哦，路牌。所以能不能走9遍呢？那可能就看大家的心情能不能走9遍了。好，看有没有那个体力。对。下班之后还要运动哦，这种感觉。嘿，路跑忠孝东路。哇！啊，在这里办酒精路跑，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这游戏是有酒可以喝的吗？非常的遗憾，我们这边的酒呢，只允许那些在工作的人喝。哦，工作的人才有资格用酒精麻痹自己的痛苦，这样子。没有错。原来是这样吗？对，最后就在这个场景来结束好了。来，我们来问问就是火蛇今天的心得。我觉得真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啊，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不管是这个枪炮弹药散发出的物理上的温暖，又或者是那个在地慈祥老人，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呢。推荐大家。不对，大家有机会来玩嘛？大家如果没有机会来这座岛上玩的话，也可以看那个我们这一次我们这次春在之岛的那个全纪录，有那个各个玩家的视角都有收录在一个播放清单里面，我会把它放在那个说明栏，大家可以去逛逛，看看这个岛上大家生活的轨迹呀。那有机会的话，你会想来生活一遍吗？有啊，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对，那我要先欠钱才会被绑来，对不对？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特殊规格。哇，这么好！你说不用欠钱也可以被绑来？没错。太棒了！我们可以用就是比亚罗更好的绳子这样子。太棒了！但我没有特别喜欢被绑来。好了，我们谢谢特约记者，谢谢大家，谢谢记者，好玩，有机会也想来。好，太好了。好，那接下来就交给你喽。好，那就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来岛上做客。嘿嘿，好。那我就再跟我的观众们说一下再见吧，拜拜，感谢红梅，感谢大家，客气，谢谢哇，真的不错就是虽然我自己最近因为7月的行程比较满，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算是大型企划，对，但感觉超好玩的。对，那我也再次就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我们说明栏，我有把那个这次的这叫什么？我们这个春在之岛的播放清单有放在说明栏，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对，那我们今天比较没有机会跟大家打到招呼，对，怎么办嘞？大家如果想要跟我说晚安的话，对，可以趁现在留言一下，我尽量回一下大家的留言。对，因为今天那个算是真的是很多人的联动，所以就比较难回应到大家的留言。对大家靠不好意思。好，那我就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咯。那么我要抓哪些人嘞？好，我随机的从那个某一段时间前抓一下大家的留言。鸟鼻哥水阿曼，多谢你来看我的台，还有阿铁啦阿曼，多谢你来看我的台，还有伊头六个车阿曼，多谢你来看我的台，还有骨头面，感谢你带大家来看，感谢你的降落嘛，感谢你来看我的台，还有阿如，敢会当叫你阿如多谢阿如讲的，感谢你来看我的台，还有马子里阿曼，多谢你来看，还有阿玲阿曼。听讲你嘛有招人来看这台对无？多谢。好，感谢大家。咱当时再会，我来看这。我看一下。
好啊，大家就准备晚，今天时间好像也蛮晚的，那大家那个准备要去睡觉的话，就可以赶紧去休困啊。下礼拜预计礼拜4会开会线，跟大家简单宣传一下，礼拜4晚上8点会有会线，对，然后礼拜5晚上9点也会有多人联动杂谈，对对对，那我们再看周表，多谢感谢也感谢红梅邀请我来。对，本来是很想要就是加入这个岛上跟大家一起玩。对，那较歹势的是，红梅怎么没有我的扳手？那也安呢？等我一下哦。的感谢红梅来邀请。对比较可惜的是这次没办法作为这个流浪者一起参与。对，但是今天就有机会来当一下这个战地记者，对，来跟大家互动一下，非常一窥大家的平常的生活，非常有趣。好，那我也准备来休息啦，准备来休息。下次一定，对，下次一定来，就是好好的跟大家玩一下。对，好，那我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啦。对，那反正下礼拜预计就是会有2场直播，其中一个是会线哦。对，那下礼拜五晚上8点会跟伊里还有阿莹，就是一起聊天，聊聊我们之前有去那个一间很有趣的咖啡厅的偷偷见面的后日谈。对，是的，好，就安呢，就来甲大家讲再会，顺续来看一下要讲落去倒位。还有2场，对啊，下礼拜有2场可以看，太好了。好，天啊，明仔载还要上班，那也安呢？对，非常可怜，那我该来休息了。来看一下接下来降落去哪里？我看看，我看看，陈述有开我们刚刚好像有看到陈述，但是没机会跟他说很多话。对，我们可以去看陈述的视角，看他在这个春在之岛一起玩。对，那他跟我一样就是绿绿的，然后头上有长2根，对，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就一起去陈述那边吧。对，他是陈述，是我们喜欢他的程度，大概是这样吧。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再会。对耶。下面还有这一条，就是我们这叫什么？这叫我们2.0募资。对，大家如果有2.0吗？好像其实算3.0我等一下再把那个字改一下。有我们3.0募资。对，那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想要看到我赶快做3.0的话，可以给 game 那个价付技术啦。好，谢谢大家。梦娜晚安，阿曼，感谢你来看。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晚安，拜拜。